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人有名堂。以前几集嘅节目当中，小姐嘅客家人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打拼嘅故，同时呢，汉卡发现呢，同吉隆坡对西种客变做太上市嘅公神，啥物系按客家乡亲咯？完了就是河口嘛，龙坡的烂粑嘛。河口的烂泥巴就是吉隆坡的意思。瓜拉龙坡啊，吼，依只千繁荣嘅城市啊，吼，老一亞類有乜嘅關係冇？一馬來咧，佢本身就係客家人，吉隆坡就係客家人打下來啊。沒有一亞來就沒有吉隆坡，吉隆坡王。不管係一亞來，也係來到亞特嘅綠色嘅客家人，啲新天地開始嘅頭客馬，總嚟講都係馬六甲，也係一段充滿嘅夢想同田裏嘅打拼嘅故。本案聽聽老祖公嘅腳跡，重新轉到馬六甲。一隻偉大嘅城市，一定有一條偉大嘅河。我咧喺田裏咧，係老條拜嘅客家先民啊！吼，這大陸嘅片。下南洋來到馬來西亞第一站登陸嘅地方，就係馬六甲兩條河呢，就係馬六甲河啦。一下嘅馬六甲河浪漫又上癮，兩片都係當有特色嘅船杆同咖啡湯。不過呢，嚟轉到19世紀，當時嘅馬六甲河兩片實係人物，倉庫萬乃嘅都係。對歐洲、阿拉伯還有中國來嘅貨，啲也特別吸引，在個運到世界各地。馬六甲也5村，做嚟變做世界服務集散中心，也全係沿着馬六甲海峽，亦係連接太平洋同印度洋嘅交通道路，行卡係重要嘅港口。古時呢，當時客家老祖公年年都來馬來西亞，差唔多都係對也特別商量，開始嘅新嘅食法。就連明朝倉貨設派下南洋，咪係用馬六甲來做協困嘅素材。你也特別了解下同普及，呢度會了解馬六甲嘅歷史。假如特別來請你哋在地嘅華人朋友，我哋同大家介紹咯。屁股同嘅尾聲哦，暗示聲突然後來看到啦，暗江嘅河口很漂亮的河口啊。對不對？客家話比較聽不太懂，對不對？沒關係，我們站在這裡，我把你推下去。沒有，嚇你一跳。你這個雷州來的吧？是，對不對？第四代，第四代，從雷州來到南洋。可是因為我們這邊很多客家人啊，很多客家朋友，所以會講一些客家話。要講騷騷。一下觀眾朋友，唔管啦，好唔好兩條船啊？應該講有青島一個歷史故事咯，係冇？是，其實這個船呢，我們是在馬六甲海峽發現到了有一個古船沉了，過後撈了起來，依據一樣的方式拼回出來，就做了一個展覽廳，讓人家能夠看。其實這個船啊，我們沒有估計它的歷史，可能就是葡萄牙時代，那時來馬六甲的時候，大概是1511年的時候。1511啊，哈。對，1:1嗎？1:1。哇，所以觀眾朋友，你倆看到一輛船的一個模型啊，哈。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就是馬六甲兩片啊，哈，跟葡萄牙人嘅來到兩片，坐嘅船就共用一樣的。是，哇，很厲害。這個也見證了，馬六甲這邊是一個很繁忙的這個港口嘛。對。以前的人，包括鄭和下西洋的時候，都停在馬六甲。這也見證了許多馬六甲的這個歷史。這時節哈，這馬六甲兩片然後有留下乜嘅東西冇？其實鄭和那時候來了這個馬六甲呢。挖了一口井，哎呦，就是我們稱為是三寶井的一個地方。是，所以這邊確實有留下它的遺跡。就係因為馬六甲重要嘅地理素材，古時呢自古以來就係大家上菜愛搶嘅素材。實現後本葡萄牙、荷蘭還有英國統治過，一下啲馬六甲還都看得到亞洲殖民政府留下來嘅遺跡。衛生局啊，喺港上看到行較清楚，還係要轉到順德馬六甲河繼續行，而天天呢講本大家聽。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就是炮台嘛。哦，後面這個剛剛好哎，剛好這邊就是一個炮台嘛。對，這以前就是馬六甲被這個好幾個國家佔領過。是，這個是由荷蘭人所起的炮台。荷蘭人啊，哈。經營很會走，很會跑啊！你看這個腿板這片，然後碳水上
留下了凤毛山一个这个非常美丽的建筑。现在呢，到马鲁嘎利亚河口这边呢，也留下了一个炮台，对，很难得的一个画面，对不对？那跑完全球了嘛？跑完全，荷兰人以前航海很强啦，对不对？是，没错。那除了这个炮台以外，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更深入一点了解。我们就下去那边就有一个古城。古城啊？是的，我们最近发展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下挖了一个洞，也没有发展，才发现到原来下面是有一座好久好久以前的古城。哇！所以我们就停止了认真的发展，为了保留那个古城，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去破坏原本的古迹。是的，是不是？是。哇！甚至呢，在这些建筑物下面呢，都有可能是古城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在河上哦，左右两边然后就是我们像威尼斯一样的那种感觉，旁边就是建筑。有可能这些建筑的底下，就在这海平面以下哦，都还有一些这个城市的遗迹跟古城在这里面。是的，那个古城呢，其实是还在下面，我们都不要去发掘，因为上面有可能有一些建筑物了，我们不要去因为上面的建筑物呢，其实也有它的历史，也算是古迹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把这些建筑物去拆掉，来发掘下面的这个古城。所以我们暂时只是看到了一部分，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古城在下面，我们就知道就好了。直到我们有更好的科技，可能才会去再发掘。我们在2008年呢，就和槟城一起被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承认了为这个地方是世界文化遗产保留区。你看客家话用慢讲呢，只是呢世界文化遗产。哇！那我们接下去呢，就是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这边所叫的鬼门关。哎呦，鬼门关啊！鬼门关。关在这一区呢，因为以前是比较多华人居住，在附近有好多这个赌场和这个吸鸦片的地方。哦。所以当时候这个桥还没起好的时候呢，警察来抓人的时候，很多人就跳河游过去对岸。就避免被抓了。如果有这个桥过后呢，就因为有赌场嘛，对，输了钱没钱还怎么办呢？上桥跳河自尽。哇！直到过后，我们就安装了一个这个福德正神。说真的是再没有人在这边跳河自尽了。还有，那赌场还在不在啊？赌场已经关了。难怪呀，哎呦呀，吓我一跳。卫生讲，亚福德正神喺本年咸做太白股。县政府区呢，係嚟當到客家人，大家就聽得安尼咸。其實呢，喺2000年以前，馬六甲河還係船呢來來去去，運送貨物，兩邊咩都有人物。過後為咗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政府將開始整理遷徙。2008年，由馬六甲海峽歷史上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嘅。就變作為馬來西亞一按多年來前數年歡迎嘅觀光景點。感謝你啊！那還有什麼這個特別的東西，你可以先介紹給我去看的嗎？可以。有沒有？我們其實馬六甲呢也有許多的客家人都來到這裡，就是以前從中國下來南洋的時候，有的也就是去了台灣，對，沒錯，有的就來了馬六甲。所以在馬六甲呢，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建築物，很特別的建築物，它就跟台灣，可是在中國的這個建築物非常相似的。土奶磚物，嘿，哇塞，你那邊蠻有啊？是的，也真件係本人當歡喜嘅消息呢。我見最先前的文定村同弟弟講，都係咪客家人傳統嘅同好，唔過都係蘇州嘅物。啲馬六甲也特別，實還有奶磚物留下來，嘅當然我去拜訪了。衛生愛人啊，唔好結啦，佢初初同人約好為兩個專家。絕對做得滿足人嘅需求，一下就聽到佢喺老街區幾重街開始連連殺殺馬六甲嘅客家故了。蔡大哥你好，哎你好，統貨黑馬街堂號，哎寄陽堂，哎寄陽堂沒有錯啦。偉盛，那我們今天這個蔡大哥來，他是有什麼重要的任務嗎？對，蔡大哥呢，他就會帶我們去做我們所提到的這個馬六甲的秘密哦，秘密。土屋是不是？那個呢是在這個街是比較熟悉，這個古蹟區是。這個古蹟區呢就有4條主要的街道，是荷蘭街、機場街、打鐵街、打金街，還有一條橫街叫做豆腐街。所以我們今天請到楊大哥來呢，我們就要問一下他。客家人的文化在這一帶是在哪一個地方比較適合？點本嘅資料的給度啊，哈，有乜嘅歷史故事對不對？同來分享一下。主要2條街道最多客家人住的地方就是豆腐街和這個打鐵街。是。那麼在這個古蹟區裡面呢，
我们客家人的那个会馆也都在这个古迹区里面。待会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看一下。是。在泰國講啊，現在南進步，離路上去還有一差嘅路，韓國族人都好無彩。故所愛家園先同楊太哥去拜訪古蹟區。楊太哥個馬六甲嘅客家人，單係太普客，現在家鄉難落實，大部分下南藥。家到啲亞達味都係經營藥材行，還有凍店、景美店較多。馬六甲嘅凍店100%都係太普客的經營。另外打鐵店咪係成立真好嘅行業。現在頭擺來貨都用牛茶，要因為都係內陸，故所大家都為啲茶鏈檔加一層鐵，愛嚟保護。當時啲亞達味打鐵店啊，是係多算唔清。不說矮人兩條街這個大鐵街，哇，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整排都是這個打鐵店呢？其實不是的，後來其實存這3間了，1、2，那後面紅色那一間3間。3間是不是？哦，所以現在這邊就是打鐵店啦。對，我們可不可以進去看一下？可以啊。那一個肉條擺一個打鐵店了喲。對。有多久的歷史了？這個都100年歷史了咯。8公年的歷史誒，係冇？啊，你下還有個運作個營業，還有係冇？咦？請先生。陳啊，係冇？想請太哥，阿爸，你好啊。唐藝師係講嘅阿爸冇？係。唐藝師的意思係冇？哦，來，我來聽數呐。唐公你兩片啊，8公年的啦。有樣冇樣啊？你家咩？而家英國的中間名嘛，英國幹嘛來按照有嘅？啊，用蠻寬啊吼，兩紮打鐵的這個氈啊，有8公年的歷史啊。哦，呢條咧跳富街。其實這條街沒有人做豆腐，沒有人賣豆腐。那為什麼要叫豆腐街？據說早期這邊好多那個洗衣店，誰因為以前的衣服呢洗了過後啊，因為布置的關係要經過那個漿糊啊，用過了就倒在那個溝渠那邊呢，久了過後呢，銀界變成白這樣，好像那個豆漿這樣。哦。其實它開始是叫做漿腐街。漿腐。啊，到後面就變成豆腐街。豆腐挑夫，哎呦。用蠻寬啊，吼，兩紮打鐵的這個氈啊，有8公年的歷史啊。佢哋嘅英國啊，來啲係有嘅。兩片有寫 England 係冇？哦。要寫英文呢？哦，哎呦，關注底了有8公年啊。就有嘅。英國來的時間，然後只有幾咧？哎呦，意思啊。哇，很厲害哦。啊。就是那有沒有？英國來的就是那有沒有？一頭雞做乜？即係馬六甲雞做乜？英國棍啊嘛。日本棍嚟過係話叫日本來。搬日本來咧。哦。幾時節？日本來啊，都空震動。空震動嚟都馬來啊。不說咧，打鐵氈啊，哈，見證了所有歷史。英國、日本、共產黨。哦，土地馬來西亞，兩下呢只多你兩片咧，係嘛？哦喲，啊你咪講下吧，一定係客家人係嘛？係啦。哪位係客家人啊？太普參溪。太普嗰片嚟啊？啊。你嘅牌位蛋糕啊，還有下統號冇？堂號啊？堂號。袁春堂啊。正經係限定人寫嘅阿伯哦，阿伯啊，今年82歲嘅，第一特別出世。佢講其實轉向拜老祖公2拜，不卡當中嘅白當，咪刁難太普嘅天氣。雖然有啲位黃鐵咧，是咪看唔清呢？唔過呢，阿伯還係同也準做保庇，唔盼得拿下來。哇，你好多了哦！廣東太普、銀川堂，你兩片咧哈？你兩下累多兩片啦，第幾代啦？第4胎。第4胎。哦，啊你兩第4胎累多兩片啦，吼。哦。啊，問下你做打鐵啦，吼，做幾久咧啊？做70年咯。70年久啊！哇，很厲害哦。新醫生都開始做咯。新醫生開始做咧哦。還有還看到哦，兩邊有一隻新特別的東西。馬六甲銀川堂陳氏宗祠慶祝創立143年咧啊！哇，很久呢。佢用你可以去
参加嘅晚宴会啊。哦，什么相亲的呀？看到人来拜访啊，阿爸欢喜到耐唔得。佢講可能係吃到愛種，也特別嘅客家鄉親都當團結，所以總是要發通，無求愛人聽數，大家絕對係熱情來參加。雖然講佢也係行到唔呢片，不過還係冇打算去蘇堤打鐵點。然之後啊，蘇堤就冇了。離開嘅打鐵點，用太過專業佈局，其實你打鐵點一直行到底，就係頭擺馬六甲河土船頭嘅素材。有快艇嘅船呢，一落港啊，就做得開始漲。故所大田呀，將會啲亞特別按發展。有離條呢，就挑夫街。这个豆腐街的那个名字的由来，其实这条街没有人做豆腐，没有人卖豆腐。那为什么要叫豆腐街？据说早期这边好多那个洗衣店，谁因为以前的衣服呢洗了过后啊，因为布置的关系要经过那个浆糊啊。哦，那么它烫的时候比较好烫，啊，就漂漂。所以他们洗衣的那个浆糊用过了，就倒在那个沟渠那边呢，两条都是，因为那个浆糊久了过后呢，银街变成白这样，好像那个豆浆这样。哦，其实它开始是叫做浆腐街，浆腐啊，到后面就变成豆腐街。豆腐挑夫，哎呦。用挑夫嘅地度，頭擺要按到嘅43點咯。用泰國講，也係沿着馬六甲海峽，要當到國際船嘅到來。我哋嘅船員愛43、43，故所呢時間一久啊，就變作為幾條嘅43街了。韓國意思土船頭發大財嘅，還有一間有200年歷史嘅元河，是愛之前專家講，其實呢也係船員拿貨來寄賣，全部做得梳理。韓國啲元河對面就係非租非幹呢，非幹地度除咗同鄉親來燒嘅頭路以外，韓較特別嘅係韓本人提供假神牌嘅服務。現在呢，頭擺啲馬六甲亞達嘅家家戶戶喺啲空間都當色，無為所好俾用假神牌。非幹地度嘅當然就提供安寧嘅服務了。離開嘅老街區，接下來用泰國帶定家園來到附近嘅另外一條街。結果啊，也特別要空嘅另外一團無人地嘅鼓。喂，用那個呢條街啊，我做乜嘢名啊？哦，來到我們馬六甲呢，這條街是非常的特別。大家都知道，我們馬六甲呢有3大民族，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這裡就是印度街，小印度。小印度是不是？這兩邊都是印度人在做生意。哦，那小印度街現在那片有客家人嗎？有啊，很特別的是有一間金鋪，就是我們客家人開的一間金鋪。啊，好貴啊！得行啊，德成金鋪，我們都到對面去。一定會問一下的呀。裡面好多印度人啊，發生什麼事啦？這裡小印度嘛，小印度這些印度人呢，他們有個習俗是，他們要嫁女兒啊，要買多點金器帶過去，是不會給夫家看不起。所以這邊平常都是印度人比較多嗎？對呀，很多印度人他們就從小培養買金子，把金收購起來，所以他們是有階級之分的。是。每一個階級就是要帶多少金過去，是有一個潛規則。剛剛我前面有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她已經在試戴戒指，是爸爸要買給她的，可能就是準備要出嫁了，對不對？對。唐講啊，吼，大件的師傅呢，有這個專用的大件的鑿的，有樣冇樣？有樣哦。啊，你有你這個大件的鑿的嗎？我是冇。你是嗎？我是咩師傅？哎呦，啊，爸爸一定係師傅咧。爸爸係師傅。不說爸爸有大件的鑿的嘛？有。係滿石出來嘅，挑石出來嘅，挑石出來的意思係乜嘢？就係挑一啲，唔挑一啲。哦。我後嚟做3天嚟做唔出。喺印度街地度做生意嘅客家人，99%都係開金嘅店嘅。現在印度人好買黃金，生意絕對好。亞博主人相送係廣東梅縣來嘅，這條街送小哥係海外移民第3胎嘅。現在家公來馬來西亞嘅時間較慢，同原鄉嘅親戚還有聯絡，故所當然的還有送物見小堂嘅祝福。韓國送小哥嘅阿爸，韓國係少數講師初信嘅下南洋嘅見證人。
对家嘅制度啊，按照當清楚做得啲，當時老祖公下南洋係一團充滿嘅血同木質嘅心酸。我喺1947年，我記得喺過撇半夜班，就有水客，我同阿媽帶我來。當時咧，我由家鄉就拍拖，坐公車到松口，因為松口幾條韓國一出通到3條嘛，3條就上岸咯，電梯船啦。原本嚇應該係做得冇天幾年下2-3年下就做得坐船咧，因為我哋嘅水客係有，佢唔捨得本嚟嘅核事錢，所以就電船一個電費喺3條就電費1整日。上到船嘅時候啊，一到呢個出海口嘅笪地方啊，內陸嘅水同外嘅水開合嘅時候啊，哇！嗰個浪就好大。一個啊，一到人啊唔盲坐過船咧，人啊就本船咯，就吐到啊，滿天都係，吐到不得了。有隻邊外個太技師喺上就喊埋，結果一上來一隻板嘅。我講唔得啦，我要阿媽去嗰邊啦。阿媽都吐到啊，佢好辛苦誒。一個冇上岸嘅話，我哋2個人啊抬佢上去，一個上去啊，一板嗰邊啊，就空氣號碼就唔曉得吐嘅咯。就嗰邊，最後嗰邊一出到新加坡，一出到新加坡經過7夜8夜啦。當時華人會來到馬來西亞，佢聽錯會先喺新加坡下船，下後去海關檢疫站來檢查，會用硫磺水來洗身，還可做預防殺，一切會等到拿到市民政府發嘅許可居留證，將做得上23人坐嘅洗船呢，來到馬六甲上梁。宋阿叔非常講，作為8日7夜嘅船呢啊，佢就像係人間天獄。現在唔痛苦，就連水下來嘅空間都冇。係講有人高神呢，佢就直接跳到海度去。坐上船係愛去天堂，也係天獄咯，都幾件分唔清楚嘅。我喺34啊，我爸出來了係嘛？我13歲10年咧分配以後啊，引導相片嘅人啊係係一樣啦。嗰個因為踢個叫啊，都唔要喊啊，都唔知喊乜嘅。就係講嗰陣時見面呢，就好像好感動啊，係啊，真係，就會講很感動啊。阿媽就喊阿叔咯。佢來南洋嘅時候啊，都係識落過嘛，都係盲喊阿伯嘛。就老人家吩咐啊，喊阿叔，唔係喊阿錢。喊阿爸咧就覺得好錢啊，但喊阿叔，所以佢係一種老人家嘅嗰種好像對養寫落個啊，嘅一種乜嘅習俗嚟啊！我記得我一到我阿爸嘅店嗰邊看啦，1、2、3家人，大概係人數啊。有19個人出現咗，所以講成班靠嘅。不過穿恤嘛，就穿得到恤。宋阿叔講，當時會想愛離開家鄉嘅，都係生活落實困難嘅辛苦人家。故所來到馬來西亞過後話，所以要賺錢嘅機會，更加艱難，未為乞挨嘅遠下去。一下送博啲馬六甲開幾咩店。成理算係也起前後嘅，未算係艱苦過去嘅。拜訪聽送博，家園愛去馬六甲嘅山體同蔡太哥來見面。馬來西亞東南地嘅內轉博就會出現喺大家面前了。濟陽堂的蔡大哥多嘞，係嘛？我介紹你的就是這個馬來西亞呢，第一戶這個客家人呢來到馬六甲的這個屋子。哇！聽說呢，這個是從廣東省的這個增城
倒过来这边起的屋子。整场给 V 过来，老给原乡来的客家人起的舞，穷用。听说呢是他们请了中国的师傅来到这边呢，照着中国的那个图形呢，去建造。它的这个地形哦，是有一个龙脉形哦，来到了这个屋子里面。所以有后面这个小山丘刚刚好就是个龙脉这样子，刚刚好下来的时候是进到这个屋子里面的，所以意思就是风水，有看过嘅风水系嘛？对呀。啊，根本呀吼，个主人有这店来的嘛？有啊，有在里面，在里面等我们呢。好，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喽，看看有多么的惊喜。你那位好客家话嘅？你位好啊？这里位好嘅哦。唔得睇嘅。哦，这两位睇嘅啊，哦，都做要讲客家话哦。啊，你朋友乜同你讲客家话？我爸客人啊。哎，你爸係客人啊？有一樣模樣啊？阿媽係印度人，阿爸係客人。根本呀吼，这主人有这店来的嘛？有啊，有在里面，在里面等我们呢。好，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喽，看看有多么的惊喜。哎，你好，哦，泰哥，来，香乜雞？香粽，香粽哦，同好係印传统啦，黑嘛？哎，这个现在呢，这个奶뼈屋啊，这个泥屋啊，哎，多久喽？10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了。哇，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家啊，来到这边是第几代啦？3代哦，我们这一代是第3代。是第3代。你迄资料未出世嘛？啊，迄个未出世。未出世哦。啊，你阿位迄？嗱，咱泰國誒。泰國哦，買種泰國係嘛？哦，你好啊，你一聽買迄資料未出世係嘛？係啊。係啊。馬上出世，搬嚟嘅位。哦，你迄資我未出世搬過來的哦。跟奶表底度啊，有空乜嘅東西嘛？哦，那樹啊破到嚟放。什么意思啊？拿那个柱来破开，然后放中间啊！观众朋友，你有困难的节目啊，吼，这边底的啦，只要有泥墙，就会有那个竹片的东西在这里面。这个啊，我们在台湾呢，做冰的表。真期我感謝馬來西亞嘅朋友聽數，將做嘅本案協到嘅安全同嘅百年嚟進步，一下中國人行係啲日特別。不過現在呢，幾年前木檔流水嘅已經改做阿岩變木檔，不過貴件木嘅格局還係維持到當完整冇變。來，小戴，必須要看清楚哦。是。這邊哦，其實這兩旁的呢是父字輩的房間來的啊，就是第一個廂房嘛，對不對？左廂房、右廂房，第一層都是我們的長輩住的。是長輩，如果還有外孫的話，他就住更旁邊去了。哦，一直這樣子往外，他就這樣子一直蓋過去，一直蓋過去，從房子的這個規模就可以知道這個家族的這個大小。對，哎，還有這個你必須要留意一下，也是有風水的哦。來，我來觀察一下。好，上到嘞。好，來，我跟你分享一下好了。像這個，你看我們前面看到的這個田醬帶哈，很多一顆一顆的石頭，這邊是應該是就地取材的。但是呢，我們這個苗栗銅鑼啊，它那個有一個房子，它也是呢，都是用鵝卵石。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啊，這樣子的風水啊，我們台灣的客家話叫做魔害險。魔害險啊！哎，對，簡單來講就是，如果說下雨的時候啊，有沒有這雨啊從天井這樣流下來之後呢，這邊就是會變成這個螃蟹很好的棲息地啊。這螃蟹越多呢，就代表啊這棟房子這個地方呢會越來越旺啊，對不對？這樣子風水底類了哦，跟你們大家分享一下啦。我也跟你分享一個，來一個啊！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牆壁啊，發現了什麼東西？是沒有窗戶的。哎，真的哎，外面看起來沒有。對，你可以發現到裡面有窗戶的嘛。哎，對，為什麼會是外面沒有窗戶，裡面有窗戶這種建築格式啊？這個就是跟着他們客家的土樓啊，跟着那個圓樓，圓土樓跟方樓都是一樣的。那個整個圓樓外面都是密密的啊。密的。對，哇，原來是這樣子，所以裡面其實還是四通八達的啦。對，為了你們這一次的節目呢，我們找了好久啊。哎呀。真的是哦，你可以從吉隆坡在麻坡、芙蓉到了馬六甲，對，可以說是唯一的一間啊。
这干嘛要讲自己是1间半？就1间罢了，就1间罢了。哎，他说的笑笑，但我们啊哈也是找得很辛苦，拍摄呢也是很辛苦，真的还好啊，你们家有把它留下来，真的。这个一定要保留，这一定要保留，对不对？那这样子接下来的后续的维护呢？哦，那真的就是身负重责大任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这边呢也先给你鼓励一下，希望你可以好好保存。对。仲太哥讲呢，头擺阿爸冇交代，佢就咩唔知，用個卡度愛用暗度嘅石頭，特別糖嘅家園嘅說明啊，相關度嘅唔了解嘅總算打開嘅。雖然佢就門口冇雕呢隱藏嘅同學，唔過呢對聯打，還係做得當清楚嘅看出中國人嘅前世嘅過程，一下中國人。除係繼續維持內全部嘅完整，佢就每次都愛聯絡遠鄉嘅親戚，希望愛同自家嘅族譜、自家嘅根潛進來，一代一代傳下去。遠則遠，事而昌，客家人有名堂，馬路甲讚。嘿嘿，誰偷笑？仲太哥家講，本旦第一打備，種蘇嫩樹，割蘇嫩。現正成日嘅變化，蘇嫩樹啊冇睇咧，變作為火龍果園。唔過中國人還係一直種地也得做工體，也就講啊，就算南北生活各刻苦，咪種得賣，也真係客家精神。離開嘅中國，家園我去拜訪一啲馬六甲清泰嘅客家莊，也大批嘅村民生活啊，都老人冇窮樣，做嚟講係全馬來西亞清快樂嘅客家莊哦。耶！馬街八路嘅朋友大家好啊！馬街八路呢係個馬路甲兩邊嘅新村，新村係乜個意思呢？就是台灣講嘅眷村啊，係眷村嘅意思啦。啊，故說呢來到馬街八路呢，一定會小嘅1-3人啦。只係嗌旁邊掠啥啦？拍手！喂！歡迎你們來我們的新村馬街八路。馬街八路，馬六甲州最大的新村。我們的新村差不多是有95%是我們的客人，客家人。哦，客家人，我以為是客人，像我來這樣。客家人啊，先來問一下了哦，香乜雞啊？香帶。哎，香帶哦，厲害哦！同學，這叫類，同學係乜雞？水果糖。秋骨糖啦，水果糖。哦，你那邊講乜雞？我們這邊是水果糖啊。水果糖哦，哦，呢個發音冇腔用呢哈。我的發音可能是比較硬嘅。哦，啊，俺用講嘅客家你聽得出啦？聽到。出來咯。出來，這些俺哋兩個同姓啊，族內人啊，哈。我們都是一個家族人嘛。一個家族人，對嗎？一個家族嘛，一個家族人啊。張湯煙總係度啊，就度到為村莊。我見吹出唔到啲嘢，快樂起來了。簡單嚟講啊，新村就係英國殖民政府味道係呢片工地真實嘅繁衍總頭。馬街八路也特別有漸漸嘅400戶嘅家庭，差唔多達戶門口都雕能同學，也感覺啊真見當親切呢。村長講，按言多來，天才調出馬街八路嘅特色，好好嚟招待人。客家擂茶福海堂嘅拍手，哇哈哈哈！冇錯啦，兩茶一定係相誤嘅，係冇？係。哪位擂客家人啊？係梅軒啊，梅軒啦。哦，出來，你好，這家人哦。哦，你呢？婆婆這片呢？哈，大家唔係出來啦，還是可以握手。還是呢？哎呀，是不是有人要來買啦？是哦，擂茶有後生嘛？後生。哎，啊，你帶兩片。你住在帶兩片啦。有呢位。我第一擺讀到吼，印度人會講客話，你那位好客家話嘅。呢位好啊。這兩位好嘅哦。唔得睇嘅。哦，這兩位睇嘅啊，吼，佢就會講客家話。哦，啊，你朋友乜同你講客家話？我爸客人啊。哎，你爸係客人啊？有樣冇樣啊？阿媽係印度人，阿爸係客人，所以產品來講啦，摻在一起講啊，哈。順便來看一下，擂茶底度有標乜嘅料？米腸這個。哦，米腸，然後第二隻。花生，你個講一拜。花生。哦，我連按照雞條啊。村長，你係乜雞？油麻。你係乜雞呢？油麻。芝麻啦。芝麻，我們叫油麻。油麻。
哦，还有一只挺特别的东西，香菜。香菜。哎，也很奇怪呢，一擂茶用同台湾的上都冇共用啊，是客家的香菜。村长讲，马來西亞嘅客家擂茶唔但唱西柚茶天天，客家嘅熱凍嘅葉同切成茶也有其他嘅香草葉，客家特別嘅係是蹦菜喲。還有啊，我看到呢菜是冇共用誒。 7種菜，7種啊，7種菜啊，有哪7種？酸子、包菜、挑角，還有紅蘿蔔，周菜啊，還有肥香，還有菜心，哦，就7樣了。哦，買好了。哦，付錢了沒？付了就可以 OK 了。回家了，按14。好，來一，好，拜拜。那條錢啊，吼，看到伊買的時節啊，吼，同啲啊用一包一包本地人買轉去啊，啊，那雷巴，拿去哇很重哦，那雷巴都冇用到誒。買嘅時間冇用到啊，買之前我用到。啊，對咧，愛用客家啦，係咪啊？小弟，香港嘅台灣做法要一樣哦。有兩隻冇共用啊，我慢慢同你講。 Oh my god！ 按台哦，還有嘛？哇，按台讚呢吼！一隻眼咧客家嘅精神。唔驚人家食啊！唔驚人家食。啱啱落啲一吞烤麵包，要加牙，一加一個牙醬牙醬啊，有 Branda，來吃啊！哇，好香啊！第二片有一發啦吼，飼料麵包啊，石頭用板直溜溜，很好吃。小弟，香港嘅台灣做法要一樣哦。有兩隻冇共用啊，我慢慢同你講。第一隻冇共用咧，只係啦，雷巴真嘅冇共用。雷巴你看你咧兩片咧雷巴吼，看起來很像我們的那個缸啊。台灣咧吼，看起來就係像親像嘅碗共用，吼帶下去清鹽咧。啊，觀眾朋友做嚟看一下啦，底度啊，那底度咧就係共用嘅地方啦。你看有啦，那這雷線，然後這雷的時節哈就會磨開，哦，還有一隻共用的地方呢，這倆雷棍嘿，你們兩片乜嘅薯條？8指數啊，兩隻共用了。替代冇共用的地方呢，只係啊，你們這邊的哈是先把一些基底磨好之後，然後這個料呢，讓人家包回去，然後再沖下，他們回去的時候再把它沖下去，自己直接吃。俺哋啦吼，台灣的做法吼，這些所有的東西啊吼，同你不用到料底度，擂體本地愛用綿以後啊吼，挑嫩啊個茶吼，個沖下去，大灑吼就拿這個7碗，哎呀，又起來啊，這個是。分食啊，大家吼共食一碗那種品嘗，嘿，冇錯，就是按用的意思。今天然後老你們兩片呢，吳家擂茶冇共用嘞。來，我直接現吃一碗好了，好不好？好，你要飯還是要米腸？飯，白飯。還有飯，還有2種。哇，加白飯呢？神奇啊，我加白飯好嘞。白飯，嘿，冇試過呢。啊，米腸冇呀？米腸乜做得啊 ？Q 好的呀，有白飯還有米腸。擂茶加白飯，哎呦！唔但槍還有腸飯，客家嘅家下燒嘅腸菜、飯頭，真見每人看到會昂踢。村長講，也見係馬家巴魯前好食嘅客家擂茶，食嚟保證會甜味。要黑马盖，要这些茶黑嘛，然後把它倒進去嗎？對。來先劈一下米頭，先劈一下米頭，鹹嘅米頭，還有哦 ，OK。鹹茶嘛，鹹茶。還有個菜的香味很濃。那種，好啊，哇，好好吃哦。那其實就跟日本料理的那種湯泡飯呐，哈。然後呢？青菜比較多，我本身很喜歡吃搶炊，然後呢，用7種菜啊，哈，混在一起，互相不會搶，可是呢又融合在一個是非常剛剛好的一個融合的味道，是一種味道，但是呢
它有7种口感。口感。还有个蜜肠啊，哈，吃起来脆脆啊，哈，还有这个你那边关油麻一个香味呢，这个热茶一冲下去，空气就出来了，厚实，还有米饭，哇，这味道很特殊哦，台湾都不一样哎，再吃一口，中好哎，一下都在去记住看你那个福慧糖了嘛，对的，对，哎，来去，来。鸦片啊，谢谢。马吉巴鲁亚达贝啊，真见是当典型嘅客家总头，出得门口雕年同好，就连家神排档都清清楚楚写得。村长讲也唔无老祖公传下来嘅擂茶，两条讲起来呀，应该算是擂茶饭。啲马来西亚嘅客家人都系安尼食，韩国系准食酒。做得算是客家擂茶嘅改良版哦。食下咧特別嘅擂茶，村長要帶定家園，來繼續食下去。講起也特別買到當好嘅手工太包嘅，阿妹我呀，愛熱情哦。Oh my god！ 按太哦，還有嘛？還有下太呢？好，這個拿來喂，這個拿過來。哇！按太炸呢哈，唔看一量啊哈，不用幾多炸，新意炸哈，看冇不用幾多炸啦，按太同啲黏嘛，要這樣呢，客家人嘅精神，乜嘅精神？唔驚人家食啊，唔驚人家食啊，對，不怕人家吃嘞。哎呦，還有啊，我看到還有冇 Q 用嘅哦，拿起來看一下。又係乜嘅包啊？有點嘅雞羊包，我點嘅就跳沙包，還有雞羊包，羊包不用後來，哇，很重哦，用料實在，還有兩隻，哇！呢個就係沙包，冇顏色點嘅就係菜包，冇點色嘅係菜包，橙色點嘅就係梅菜包，橙色係梅菜包，紅色咧，西肉包，哦，西豬肉包，啊，啲啊，橙色梅菜包。一天我嚟食啦。用客家人清香嘅泡菜作為包嘅，條家真見當有食呢條路喎。唔但唱當好食，又做得推現馬吉巴魯嘅客家特色。聽講啊，一下名聲已經傳嚟全馬來西亞了。一39年嘅樹醫啊，吼，按你會做到按好食嘅客家包嘅啊。哇，老婆嘛。老婆的媽媽啊，你們的夫妻丈母娘啊，丈母娘搞的哦。那這樣子的話，全部你最高紀錄500粒，500粒，喂，衝下喲，500粒，哇，500粒，哇，冇錯啊，按多粒哦。還有批發嘛，批發嘛，沒單單來新村嗎？啊，現在有人代理嗎？沒有，是不是？那等一下把電話留給我一下。大家園啊，你唔好同條家客到喎。條家講啊，味道真好嘅口感，佢嘅包嘅都係純手工做嘅，但像切面皮就會切散嘅，因為500隻啊，已經千多嘅啦。食啲擂茶又食嚟太包嘅，哇！阿妹我呀，還有呢。村長講還有一項當有南洋特色嘅好料，聽在小嘅本大家。哦。馬路噶，馬吉巴魯你下開始鬧你啦，但愛人什麼解咧出來？佢那唯一的海南傳統嘅麵包。啊，你麵包還有愛放乜嘅東西嘛？果杯乜嘅？咖啡。啊，咖啡。果杯。神奇。我哋試食我哋嘅出名嘅羅迪克。兼咧果杯是1磅。一羅鐵殼說嚟係乜嘅東西呀？聽講需要亞比要聽聽，韓國除咗溫咖啡食以外，還有特別嘅食法噃。那個馬來亞嘅吐司麵包咯。馬來亞嘅吐司麵包，個形狀老平常我哋看到嘅吐司冇咁樣嘅。冇用啊，我哋喺哪裡做那個乾嘅羅鐵殼。乾嘅羅鐵殼，我看一下。
啊，有兩種，你家係無糖嘅，無糖嘅，啊有糖嘅，大隻片。有糖嘅，係仲係有糖嘅。哦。啊，啲係新鮮麵包做嘅，做哋嘅螺絲殼。啊，用螺絲殼，還有那麵包，是用吃醬絲誒。啊，點高杯一隻。啊，你又炸去？搽大嘅椰醬同一雞春。哇，嘛這八路料片也看得到。食唔到誒。哦，配的地方食唔到誒。一傻一般，哦，感情唔會散。哎，等下，一傻一般，出來的感情唔會散。喂，一傻一跳，一、二、三。哦，就是觀眾朋友，你倆食唔到排泄啦吼，是哪位食得到咧？馬路蓋馬腳八路。一螺鐵殼真見當神奇，看起來也普普通通。假係椰醬過後，撒開加完，然後沙定以後甜下來呢。然後落山呢，熱帶嘅蓮阿妹貼片醬。村長講見到禮拜6日嘅時間，就係馬腳八路親歡喜嘅時間了。馬腳八路啊，到周末嘅時間。哇，這封街，然後製作的四道青豆客家的蜂蜜啊，係冇？哇，你啊眼連個麵包還有螺絲糕，同你準備好了啊，咖啡很忙啊，調咖啡，調咖啡來，調咖你做得搓一下嘛？咖啡哦，咖啡哦，啊，麵包，啊好嘞，咖啡搓一下，好，你講下飯呢？啊，講下飯，自家人，香帶，膠果糖。啊！你媽香呆啊！香呆出來！兄弟愛用三角握手啊，兄弟們。哦，愛用啊吼，那咖啡可以用板絲樣好使你搞硬好嘛？哦，對，搞好誒，唔愛甜，都得，愛甜一啲，搞啊，你哋點落去。誒，拿起來點落去。啊，點幾久？差唔多咧。差唔多啊。哦，那螺絲糕啊吼，咬起來吼香香脆脆啊吼，然後點那咖啡糊糊啊，燒燒的，哦，食起來吼很好吃哦，腐感啊，冇錯，係哦，擱點一下，點啊，好吃，好香哦，啊，我個螺絲咧炭烤麵包，啊，你試下，要加牙。一加一個椰醬啊，有 Blanda，牛油 Blanda，來試下。哦，哇，好香哦！你看俺燒的是挺好吃的呀。哦，簡單的吐司烤的，哈，表皮有點脆脆的，有一點牛油在上面，然後還有這個甜甜的味道。兩片有一發啦，吼，飼料麵包啊，四道用板直溜溜，很好吃。哦，乜解直溜溜？觀眾朋友，我表現俾你看一下，乜解直溜溜？直溜溜。哇！呀馬腳八路嘅料理安布，真見當舒爽。呀鹹鹹嘅西北冷府嘅客家粽頭，現在離馬六甲市區還有一差嘅路，不說長期以來都係自家村自家食，總係都有各種嘅小食店攞傳統。前幾年村民結天地料理風節發展觀光，還替馬來西亞當送人注意哦。一擺客家人用人同做嘅馬來西亞海外特色，小嘅老祖公移民嘅歷史同打拼嘅過程，希望做得本人韓國了解也到海外嘅客家鄉親，也到嘅生活情形。我想下一擺大家係講有機會呀來馬來西亞旅行，聽錯我有韓國人嘅感受同感動哦。